虎牢關前那場驚天動地的戰鬥，至今仍讓人熱血沸騰，三英聯手竟也無法將他拿下。呂布的武力值到底有多高？史書記載他弓馬嫻熟，履歷過人，被譽為飛將。我們常說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，呂布就是這句話最生動的寫照，氣勢壓倒千軍。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那麼多諸侯都渴望得到呂布，哪怕知道他反覆無常？方天畫戟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橫掃千軍如入無人之境，這便是絕對的實力。其實單挑無敵只是一面，呂布更可怕的是衝擊敵陣的能力，能瞬間改變戰場態勢。看看他轅門射擊的故事，不僅是武藝高超，更展現了一種震懾全場的霸氣。有人說他僅是匹夫之勇，但能在亂世中讓曹操劉備都深感頭痛，絕非那麼簡單。想象一下，在冷兵器時代，一位無法被阻擋的武將，對敵方士氣是多麼毀滅性的打擊。他的悲劇在於空有舉世無雙的武力，卻缺乏與之匹配的戰略眼光和穩定性。所以後人評價呂布總是帶着複雜的惋惜，如同流星劃過三國夜空，璀璨而短暫。或許我們從呂布身上學到的是頂尖的能力，若沒有方向的駕馭，反而會成為負累。